面疙瘩。是 lawyer 吗？蜜汁啦，绿色的律师。哦，律师我没有听过哎。你有去过律师事务所？我有请教过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应该講啲菜講，係哦，唔該先。没关系，他不是靠脸吃饭的，最年轻的就是这个。刘跟他转有上呢，银楼什么吉富啊，还有，哎呦，老中青，老中青，老月黑，厉害了，这厉害了。这个是姜黄。哦，哎，可是上面写咖喱。没有。你看圈抢的。还真的。你跟我妈应该会是好朋友哦。快起来嗨呀！晚会了哈，就开起来。手机的灯打打开来，中国嘅朋友。好嘞。好嘞，下个。哎，他嗨不够呢。水梨哦，樱花虾哦，太热情了，水梨，所以真的忘记对不对？所以真的，樱花虾还没下哦，明显来跟你哇，哎呦，很香哎呦，120粉啊！这什么？吉拿棒的面粉，哎，其實係提咗擺款到用呢現做吉拿棒哎，太厉害了！海豚吗？嘿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对哈，非常的简单。哎，打开来，哎，好像是有眼睛呢。耶，真的有在认真呢。他不理我就是在专心，专心。Hello， 各位天视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送把票。看咯，今日呢，真係完全冇窮用誒。天拜一家之主啊，做得咁水啊，成功暗獎。你講爸爸有狗瓜都甜到。披着夜色，品嘗美食，哎呦，用把愛幸福嘅透露咯。整個勝利的都高雄嘅深夜限定版嘅一家之主，太厲害了。韓國200個來賓動厲害，2位師傅哦，真的地位要不保了哦。你吧。也是。好，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顏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，大家嚟分享到係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哦，陸師傅你好。好，3號呢來分享到風吹潛水站，第二個係鼓手230人跳下來哦，分享到係米香記老公叫子。歡迎。好，大家都看一下咱這條片哦，好，那是上那個表姊妹哈，邱俊英到傅雅琪，歡迎。大家好，兩位姐姐最美濃來係冇？係美濃，美濃青島獎什麼嘅？全部都即係係美人哈。請教一下到美濃一道邊有乜嘅？你喺度推薦好高好食好料嘅。美濃有一個青頂子呢，彩色的板條，對冇？彩色的啊，彩色的哦。啊，青島網紅來打卡，青醬啊有紅色、綠色、橙色、藍色都有啊，有幾下種色色啊。青醬哦，台灣長城出一家咧。來到美濃大家都提講，南埔嘅板條老北埔冇窮用，中料咩冇窮用。咁嗰日美濃餐廳呢有個彩色的板條，係哦。能擺嚟吃這個。那度散那個片哦，哎，有隻凍好高的蔬菜，有推薦大家去哦。哦，有，就是我們山林很特別，就是大概過年前1、2月那時候有全台最大的那個向日葵花海，歷年來都會有向日葵迷宮，然後甚至還有波斯菊花海，非常的繽紛彩色，然後很適合拍照，全家大小一起去走走這樣。好啦，一導演呢唔單止有講呢花好看，還加有好食的美食，總共呢來到南埔啊，絕對做唔得單槍留意你咯，要像我們一樣 long stay 之外呢，感受暗夜嘅風情。馬上就來金好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，叫到係第二關呢，你最期待啦，因為南埔嘅鄉親朋友拿出嘅東西，然後單槍嘅南埔鄉親的哦，就可以下你風吹兩位姐姐，唉，乜嘅東西啊？薑蘿蔔，薑蘿蔔，你去打薑的啊？係這個薑的，很厲害啊！請教一下，你要哪樣去搞作為薑蘿蔔的編乜嘅料理呢？編那個金黃絲。
面疙瘩。你是 lawyer 吗？就是那个蜜汁啦，绿色的律师。哦，律师面疙瘩，它改成面起来，面皮嘞，面起来。好有趣哦！律师我没有听过哎。你有去过律师事务所吗？我有请教过律师。绿色是地瓜叶饺子的一种。呀，太多秘密了，等一下咱慢慢的讲。 OK， 好吗？好，我但是很重要问题要请教你了。好，米香记、风球记，来周末呢？好，有先行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哦，加油加油！来看一下咱出的影片哦，其实摆出去哦，系念出名的食材哦，你系买个东西？那懂哎，自葱。是的，自葱。如果你要按谁渣哈，我们来变魔术好了。好，1、2、3，噔噔！哇，哎，你们没有掌声，哎，很厉害哎！我考个魔术题吗？我小钟哥出来了。没有。那因为我们入菜的话是用嫩叶，那就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，这是它的老叶这样子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当然有很多鸟不踏，鸟不踏，鸟也唔可以叫當個嘅有嫩啦嫩。哦，你講到啊，今日做嘅菜嘅菜名按到嘛嘅？咸猪肉佐刺葱蘸酱。做嘛个咸腌出名嘅个食材咯，来结合客家的料理啊。就是我们主要是用这个刺葱嫩叶做蘸酱，然后我们用咸猪肉去做搭配。哦，它係就客家的食材啦。那當然吼，做中料真引動後生，就是個哦，非常好吃，而且呢，據我的了解，它還可以做啤酒。哎呦，真嘅，你啱啱講啦。哦，所以基本以為那嚟做乜酒係嗎？沒有啦。沒有。好，等一下嘅比賽要信心冇？要。動好動好。加油咯！利用組都係加油咯！加啲咧，哎，要嘅好，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走咯。我發現我來到南部嘅時候，睇起嘅食材全部都有特色。嗯。那個呢當然啊，我說真，我非常愛，較雅上嘅素菜，哦，較油，算是香料的一種。不是，它就是一種葉子，唔夠叫香米，你會長做一條樹誒。等一下，如果你不乖，我就拿那個打你，壓下去，給你敷臉。我看下風水。哦，這夾笑起來誒，這個是什麼？這是泡麵蘿蔔絲，這個是老蘿蔔，這個是老中青3代。對對對，5代哦。這就5代啦，第一代就是最年輕的，最年輕的，最年輕的就是這個。哦，這樣最小上誒。你要差不多幾多久的？這個2年。哦，2年還算後生呢。嘅咧，天呢嘅。天呢幾都一個，天3個要一個，啊天4個都一個，啊一個都最後一個。哦，銀蘿是不是銀富啊？嘿哦。哦，那一看就知道了。嗯，銀蘿不銀富嘛。哎呦，老中青，老中青，老越黑。哎，其實他比我小哎。哎呦，記得哦，要檢討哦。這樣會這麼乾？要跟南瓜弄那個中筋麵粉。哎呦，就面疙瘩，面疙瘩，對。哇，這種菜就做起來什麼都可以很搭。嗯。你剛剛跟我催秒，為什麼有那個律師啊？這個有粒粒的，哎，這個變絲呢，切開了就會變絲呢。該玩係買的東西啊？肉燥呢？肉燥，哎，紅頭薯啦。哎呦，它就嗆色啊！那個是什麼的？律師咩？地瓜。哦，就是用這個做的。對，地瓜汁做的。這個是醫生，這個是律師嘛？對。這個是黃老師啊。黃老師。哎，你怎麼給金兵用外線啊？老中青5代來走啊？哎，我給它配合起來很搭配。哦，我聽說你們2位就馬上係去比賽得到那個總冠軍係嗎？啊，我是比賽這個用這個老蘿蔔下去做成成品這樣子啊，就包那個糯米整條啊，條沒條不中，一粒把你像南瓜一樣。全國第1名。對，好了，等下多多上來哈。好，謝謝你哦。好可愛哦。你要翕埋東西。天主要有皮痛哦，有香嘛？有，是哎，给俺的含住用有一点秘密武器，來介紹一下。俺的呢，一般的含住用，哎呦，你係好朋友，就是用這個交朋友。有真嘅，主持你最得意嘅，係，那真嘅當好啉啦。哎，沒有啉哦，俺的呢含住用哈，一般。你做得太困呀！你還買個當然啦，冇問題。其實要做個麥酒都盡量啤酒，就少量啦。啊，那個釀酒師哈，
刚刚的呢主持人平台，哎呦，马小凤什么诶？真嘅，哎呀，啊，那个去配用目睭哦，迄个浸过以后哈，俺哋发现哈，真是嘎炸门，唔可以讲啊，你个牛啊，你，真是高雄龙等他是可能性。你们有发现一件事吗？你们有刚才有讲到的，还有高雄餐厅版的夜间版一家之主，马上就有芒酒，ham住喵，因为很简单哎，等一下我们在前面就萤火晚会。哎呦，發現到啲人妖嗬，呢啲係抗美行人啲出現潮妖嘅。哦，是哦，潮妖，冇配妖嘅，嗰種係，但係他們暖係仲厲害哦。哦，係咪先？没关系，他不是靠脸吃饭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一個咖喱菜乾，係冬天一下中嗰度咖喱菜，啊，適唔係啱啱你都拿曬乾。好，那一般呢，中鋪以上嘅人哦，都全部曬俾走走。啱啱嘅南鋪嘅咖喱菜，係都曬一日的日頭。哦，曬後啊，啱不頭煮咗嚟都用鹽啊。nhỏ nhỏ嚟哦，齊齊下嚟。我啲菜個人個葱嘅嘢咧嗬，一天嚟用啊呢拍嘅負責，哎，行家呢？哎，他是師傅，不是這樣開。哎哦，我追耶，這厲害了，這厲害了，厲害了。這個是薑黃哦，哎，可是上面寫咖喱，沒有，你看偏甜的，對的。你跟我媽應該會是好朋友哦。快起來嗨呀！晚會了哈，就開起來！手機的燈打開來，中本個天佑。好嘞，好嘞，哦，係這個。哎，他還不夠呢。嗰啲菜個人個葱嘅嘢咧，嗬，一天嚟用啊呢拍嘅負責，哎。行家呢？哎，他是師傅，不是這樣開。哎哦，我追耶，好喜歡你哦。哦，一天嚟用拍胡椒粉，好，冇追啦，某師。哦，等下做來哦。好。哦，很香哦。哇，哎呀，很香哈。煮湯也係煮早誒，有得走誒。哎呦，也煮早誒，早誒米是個油哦。早誒，跟麵疙瘩，我們就是狗嘞。我是狗嘛。其實最主要就是那個蘿蔔蛋。對，比較小。對，真嘅。因為就5種啊，放的時間也冇平庸，所以給它吃到的層次感沒辦法夠。你要知道哦，這樣子那個油蔥，豬油蔥。有個油蔥啊，去隔壁嘅。哇！隔壁個油蔥哈。姐姐標咧，你用啥？哦，厲害哦！阿姐，你就拿到比賽嘅全國第1名，你喊佢哋下比賽，你讓他們壓力很大。都要歡喜啊！都要係唔係得名嘅嘅呢啦，咧歡喜到好玩嘅啦，啦睇下看到你喺手上，哦，哎呦，個眼睛都個跳啊！哎，台北圖書館區掉，全班第1名也是這樣講的。哎，大家開心就好。只有他開心。哦，你得第1名就是這道菜哦。對，這道菜還沒有，成品還沒有好。還沒好哦。對。哦，好香哦。對哦，而且講佢嘅節目又安靜。不要那麼高，這個打自己介紹來，介紹兩百個。那是醬油，那個黑地的醬油。黑 B。切片做嘅跳油，跳油啦。哦，切片啦。而家菠蘿地油啦。好香哦。那黑馬給，香粉哦，這個提香味。這厲害了，這厲害了。這個是薑黃。哦。哎，可是上面寫咖喱。沒有，是我用這個。沒有。哦，呀，偏甜的。黑啦，用的。你跟我媽應該會是好朋友哦。收集凍都係瓶罐罐喲。哦。誒，有啲係佢好用啊。我還有最美行咧係。這個是副藥粉的啦。這個是秘製。不是買中藥的那種嗎？中藥係中藥。哦，換肉啊！哦。伊阿套料理也清香哦，沒關係。看得出來。對呀。好，我們就好加點水哈。好，加油！好。來，酒怎麼不見了？呀，你下金豬做到那一片呢？哦，很足就差不多。
来用假门假行，为什么会选一些原住民的食材啊？它因为比较不客家吧。其实咸猪肉配那东西，我觉得是真的绝配。等一下很惊艳。有人做过这样子的结合过？有啊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东西，然后调成它的蘸酱，那就是加一点那个醋跟味淋这样子，因为它会比较让咸猪肉味道没有那么重。那个比例呢？比例基本上1比1就可以了。哦。对。而且你知道雅琪有多适合我们今天的节目吗？限定版。它就雅琪啊。对雅琪。我给你又黑牙，对不对？你有 follow 到吗？大概了解一点。好，你们是不是快好了？好嘞哈。那我们要倒数喽。好，现场马上倒数。是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那第1罐的度，才提个夜间限定版的呀，给贴片料理，来煮卡餐的嘞。第2罐的度呢，真係同厲害，前最嘅呢鳳吹是得個全國第1名嘅菜色咯。好，聽下吃吃看啊。料煮料嘅面疙瘩，清楚嘅非常貪滋味哦。該料炒到凍香，就會啱好食咧。真的吃得出有5種嘅冇形容嘅，加這種菜頭5重奏。真嘅是本嚟用以外，你看下面疙瘩有冇？又係用嚟用田野呢色彩都可以了給做呀，色彩變化。嗰個真嘅濃 Q 很厲害，冇怪係全國第1名哦。我小試過暗河式嘅呀，真嘅。有料頭食菜，滷嘅你落配咧嗬，料頭用熱面啊，佢冇5年以上。係啊，其實等你5年哦，而且冇慢開始，佢就開始做嘅，一定要嚟比賽哦。點意思咁重哦？客家最最重要嘅地方啊，就用鹹米哈，鹹米落安尼落配雞，哈，用下一炒，真是炒得出客家米絲。那種醃的蘿蔔，我鹹下會強鹹，結果唔會哦。我反而喜歡這種鹹甜的口味凍好食。不過兩下我完全就係煙樹面啦，客家料嘢鹹豬肉嘅結合。瓊蝦絲嘛嗬，嘿，軟軟的瓊蝦絲，我好喜歡這個味道哦。你還唔是食過啱好食的東西，真的沒有誇張。那個醬很厲害，因為鹹豬肉可能大家客家人有圈凍夾食，不過個醬吼真勁厲害。也跟那個一個沖醬，剛下呢，姐姐有講到，你看佢用一個按醬的豬肉哦，沒皮的哦，你講呢用一個麥酒啊，佢留給浸過比發酵過後哦，它整個變到真係當嫩當 Q 彈，有熱面，一個刺蔥面是嘛清河嘅哈，一個調皮啊嗬，一個真是唔對樣我講咧，我冇試過暗河式嘅面絲啦。師傅老大家半攀改虛節咯，我們加那個雅琪還貼片到師傅提醒講，那個醬一定要加，你才會沖掉。係哦，我真勁好食，看一下等下師傅用版來評分咯。好，第二個呢，黑眼力開播以來哦，貼100個深夜限定版的一家之主，齊師傅搶分數。風吹。好，等一下看一下阿邊個搶分數。其實關係搶手。其實不搶公平。其實吼兩片都做到凍好啦，吼，啱啱冇本該難對愛上開始嚟講吼，依家豬肉做得加加刺葱落下去醃啦，本佢個豬肉還唔知梅頭，本佢底部做到個底部有刺葱的梅頭，啱要本兩片吼，佢個菜脯真緊炒到凍好，香味又出來，炒好咧有冰水落去煨煮，佢個面疙瘩煮到凍好，未凍有創意，所以啱本風對，是冇？好，等下來談看一下阿邊個冇共用嘅想法。好，因兩片前頭用了嘅刺葱來壓鹽去這咯，香味會本佢到個香嫩過後會留下來是個刺葱嘅個味道水下。一度咪做到一盒一香，你正差到愛我哋做啲面疙瘩嘅口感，而家佢全部做用麵粉嘅嘛。愛建議做得薄一啲啲嘅糯米粉嘅搭配，用到嘅糯米粉，係也是個好 Q 彈，上了bản身嘅嗰種嘅感覺會很好。好，相信呢也深夜限定版嘅第1罐，一聽冇本睇起來生猛吧。三下來呢驚喜更在後頭，因為呢齊師傅愛帶來一個深夜限定版一家之主嘅廚師來出大菜咯，日日出大菜。耶！深夜
届限定版的酒黑按钮某 Q 幺，就像百宝箱一样，你很嘛个酒嘛个，不信你很看。生干贝。 有冇？有，再喊一个，喊就买，随便喊。再半条。有，要喊钱呐，你们。还有寿司啊，乌鱼子，有，最厉害。有，一定要查去点么让你是吹小给的。樱花虾，就这样，我们介绍完了。哦，哎呀，那个水梨哦，啦，前面好忙讲啦。哦，对呢，前面今边要做嘛个？碰牌海鲜卷，然后竹北的乌鱼子，然后东港的樱花虾，啊，你阿嘛个美浓的在地的，啊，你该吹风水小街啊，你那边的高阶里苗栗3湾啊，你跟雪玲姐偷的，加一加亲哦，还有啊，你的薰衣草是荷兰的吗？没有，是路边的，刚刚干贝啊，北海道的，哎，对，哎，好厉害哦！好了，板条有冇？那就卖转了，你还没限定版哦。这好漂亮哦！你要今年限定版的美浓限定版，全台湾只有它一间而已。哎呦，六条又要17度变多，安用因。哦，正方形，正方形，那等下咸，好调料乌鱼子呀，那都是用油，剩几米哈。哦，这不是要自烧？啊，你挑什么讲萤火晚会没？哇，哟哈，等下萤火晚会，吃水梨啊，吃水梨哈，水梨啊，吃水梨。哎，我备料一下，冻豆什么个面拍板哦，俺们烤一下台架。你知道每一个颜色代表某恐龙的动词吗？个蓝色用白豆花啦，啊，枫色嘞，菜根啊，甜菜根，啊，呛色嘞，地瓜叶。那你知道白色是什么？美浓在地版的基种的是在地的米，一般是农干糯米做的，基种嘛个米，蓬莱米，蓬莱米在地全台唯一就是用它蓬莱米，对，就黑样的。考不倒你呢。我那这样民族会考我，所以我做功课一直做。对，啊，你看樱花虾又要记啊，从了按上身个来铺下，半斤梅头出来，铺长久久的楼梯，吼，微微浮浮，吼。边个厨师帮帮我，哈，啊，差不多好了哈。无爱讲话嘞，哎，无爱讲话，哈，讲。你要蒜苗，有时个按先切到了，弄个绿色的时候嘞，啊，切的。它是黑最后色的耶，在讲什么？我是要搭配它的颜色啦。哦，哎，这可以给我回去配咸猪肉吗？配咸猪配乌鱼子啦。啊，要放萤火晚会了哈。好，还要开始了，萤火晚会了哈。就开起来！手机的灯打开来。后面的朋友，要看到送我一个片酒。好嘞。好嘞，哦，那个，哎，它还不够呢。水梨，哦，樱花虾，哦，太热情了，水梨，真的忘记对不对？水梨真的，樱花虾还没下，哦，天上的建议，哇，粉啊！这什么？吉拿棒的面粉。哎，其实你还提这摆款的用现做吉拿棒哎，太厉害了！至少过后，糖起个上镜就冇强种嘞。安香哎！俺大了哈，俺都冇调味哦。哎，对呢，你用乜嘢啊？因为基本线的咸诶，咸诶，按个水里搭配到有甜的哦。对。乌鱼子搭配个水里冻河血，另个没做得啦，做得。哦，我都开始都煎咯。哎，俺生食干贝哇，按个切，俩系做咧生食诶，所以俺冇自烧。俺等下落去泡强龙哈，台煎到煎到按个那个面四方形哈强龙，然后面拍板。哇！你千斤这样用碟上去哦。你好厉害哦！这个是蒜苗嘛？蒜苗、面糊。为什么要加面糊呢？等一下。变凉皮了。哦。水梨哦，樱花虾哦，太热情了。水梨，真的忘记对不对？水梨真的，你们太热情了。樱花虾还没下。哦，天上的建议。哇！重点来了哈，重点来，你看，要先煎，哎。要先煎，里面先煎起来，还有啊，
我给你了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你要给要去切的破面还好快。哦。这时候面浆会用嘞？会弄多咯。面浆。哦，收口。收口。开始啊，等下落去泡。哦，它会泡狗哦。哦呀。天哪，这太美了吧！我的天哪。它是每一卷都摸恐龙嘅面盘盘咯。师傅大汤一下哈，然后落去泡嘞。要么把面趴半呢？哦哟，它没有顺序啦哈。只是你忘记而已。打预防针，没有一定要包什么。对嘛？那个是不吃的。大师傅就是这样，不用排。对，然后就说是手工的。手工的，对。其实真紧啊，因为我卡就买东西，你是做爆落去，所以大家做在使用看呀哈，假使那都跟面趴板哈，其实就可以用用个缝切来做。在的都用素火腿的。卤配干啊，卤配干没做得咯。那做得。哎呦，建议还是变到劲风色的。有哈，因为是破洞球啦。其实跟地板的东西是做得实的，不给上颜色是做得的。果然果这是做两头菜，其实不难啊哈。动简单的菜啦，就主要是要买到食材比较难。有点打天发笨鸡啦。该爱pan了，什么？哇！哇，等真的盘的呀。哦，先切哦。切2块哦。2块哦。对，刀工很重要。刀工很重要，是不是？要给他看到哦。慢动作。慢动作。哎呀，妈该。你係講我頭先講人家蒜苗有哦，擺盤人家切絲，像這個部分。來咯，切咯。哦，哇，哇，看看，好漂亮，安做得哈。哎呦，很香的哦。120分啊。安夠分哦。可是這樣公眾你也唔拉絲嘞。切過4塊掉哎！哎呦，對哦，我的傻瓜，師傅就會師傅 ，Thank you。你做唔得安樣咯哈？哦，安樣哈？哦。哎，地板的水泥啊，泡过去以后，它的甜度可能会被再逼出来一点。嘿，好了，按差不多，你要跟剩牛皮咯。它喷这样的冻笑哎。哎呦，真跟冻笑。好的。那薰衣草能吃吗？薄钱走得洗了。我吃可多了，都录3年了。你每一次吃的好不好？漂亮哦，好厉害哦！你看我寫一個寫講什麼呀？全部已經黏粉粉的呢。你這聲有點少哈，咁多粉粉啊。差唔多咯。好，呢個記得跟大家講。哦。澎湃海鮮卷。按鈕就放飛咯。好，虽然讲其师傅呢，招牌给我出料理的时间都非常厉害，本台家讲义，但是这一次真给某穷用，他想来吃吃看哦。哇，你看是鱼蓉吼，安酥啊，底巴又甜甜，哇，吃太好吃啦。真嘅非常好食啦，它地板嘅乌鱼子哦。梅头冻葱，我放在水里时候冻清爽。那正经 T P 的时候才还多半条，里面呢你还讲蘑菇给半条吧？因为老多给嘛概念嘛，做过呢。哦，就是一种饭溜，很好吃。这一种真的那个乌鱼子啊，火锅过后感觉有一点像是，你知道那种咸蛋黄的香气走出来。嗰度种的米丝哦，合用下真是赞。里边面泡饭呢，软软的 QQ 啊。萝卜又贵熟啊，又有甜味，上拢唔知样嚟講啊，咁我是個按定住你意思哦。幸福啊，幸福ですね。是啦，用後都本來是係的哦。對啊，夸張了哦，兩邊炸過以後的面泡飯像麻糬，就是很特別。其實還有比較凍重要的比較東西是係該海苔。哦，可能睇下大家食落嘢些，你下梅頭係唔係含有海苔海味？你看用到人家重點，
就是有个人炸得好好哦。哦，他做得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而家有好多冇呢？唔過呢要發現一件事情，其實我哋師傅老所有台灣最針對嘅食材啊，全部融合咗共下嘅。像我米線按針對係咪台灣最有按針對嘅東西？唔過呢條件1比1咯，馬上就嚟進行最不迷館嘅挑戰。把邊料理網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用嘅料理。亞關唔但將係比面試，沒有比創意哦。到底愛嘴真係正經嘅把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喺呢水來上菜了。好啦，來到南部呢，其實當其他大概都係想誒，岐山哦。最有名係乜嘅？用椒，就是用椒，其實不是打開來啦，還是打開來？不是打的。兩頭菜咁講，真的可以配刨冰了。真的？就是用椒嗎？就係用椒。終於有一個不違和了啦。配刨冰啊，各種餅都做得。係啦，不過除了刨冰之外，還有談看一下專業嘅師傅有咩想法。宮保香蕉。可以嗎？做得。不過不會炒到爛爛。咁啊，用個素燥粉潑一下，讓你下。對咯。問一下阿邊個好咧？對，你可以點到左三杯啊。這就換口味啦。啊，譬如講緊就係蔥爆。你做得。兄弟耶。不過，家下上應該講嘅出係鹹嘅。等一下兩組再想一下，沒做得做甜嘅沒？我有甜的啊。你刨冰加煉乳啊。你一直都是甜。好啦，馬上就拿一個菜地嘅香蕉來進行最不迷一館嘅挑戰。到底香蕉啊，就是做嘛變化呢？來每一下風吹菜名係乜嘅？連連米濃，連連米濃係咪一條狗腳啊？從細嗬都睇米濃成狀態啦，啱係對一個香蕉嗬，佢有特殊嘅感情啊。連連米濃係嘛？係，姐姐，剛剛燒到按太上，按歡喜，一下三個全部喊出來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呢啲係種連連米濃彈出來做埋料理。我來談看下咱出嚟一片哦，會不會有更厲害的想法呢？咱是今日要做嘅料理，嘅材料按到。香蕉雞拿棒。等一下嘅比賽已經係最尾一關哦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加油加油哦！真是太刺激了哦，深夜版真的大家比較嗨耶。好，片頭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回事。我哋開始做咯。連連美濃，看有冇有嗎？食材煉乳，煉乳對。對，還有乜該？你都被我們講完了。好，那係從個泰國香蕉煎餅呀，看一下，這麼近，為什麼？哎呦，這個是給神明的嗎？沒啦，給神明的。你都沒有用筷子哦。沒啦，係一種檸檬的啦。哦，係一種檸檬啊。我們剛剛討論很久，跟練練美濃練練是什麼意思？因為練練的意思啊，就講香蕉咩係喺全韓式都食到太啊。對，講一個對香蕉會練琴啦。這麼講嘅會叫出來嘅。啊，以上嘅隔意嘅香蕉韓式食到太啊，按講就一個係你米濃嘅你。見知嘅來年啊，嗬，按後生嘅年啊，嗬，老人家嘛，個喝下午茶，係有個下午茶嗬，一定會點一個鬆餅。哦，鬆餅，所以想要用兩頭菜，然後用掉嚟標拍，又幹嘛嘅東西？係啊，你們的鬆餅係幹嘛嘅粉啊？哈，一個要帶筋麵粉，蛋白，你俾下點打乜嘅？全蛋。係有全蛋，全蛋啊！練美濃，唔單止就香蕉，還有其他嘅果子咧。有個大盤哦，係啦。啊，你料係做咩東西？一個你奶油啊，啱啱去做唔嚟啦。我攞到葱蝦，我來攪啊，我行啊，我攪啊，繼續見攪啊。攪多3嗎？係，係來中秋好啊嚇。我嗌啲個加邊群好咧，好嗎？再找回一點 tempo 哦，來深呼吸，深夜哦，這什麼？雞拿棒的麵粉，然後還有水跟糖一樣，去就是混合。cái地板有香蕉嗎？啊，其實你還提着白看到用現做雞拿棒，太厲害了。哎呀，因為電影院都還至少要等10分鐘哎，因為它要炸。
就炸的。等一下我先让它冷却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炸了。母亲，你会烘餐饮的吗？是不想很厉害的烘焙师，所以你要顶那种冻简单啊，真的很简单。冻简单，用这的吉拿棒，啊，吉拿棒基本上是贵劲啊。那你的香蕉要不用来到，就在中间卷起来，按那挤花，那边从热狗用用啊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安尼样式。用蕉啊，吉拿棒来滴，不过你阿款系嘛解？擂茶。啊，做嘛搞加擂茶，因为擂茶又有湿湿糊糊的，系吗？就是想说让它外面会有糖粉跟擂茶，就在裹在外面这样。哦，你好，现在本去炒让做在咸咸的落去泡咧嘛，哈。嘿，好，那再回来这个留给你哈。海豚吗？嘿，你怎么知道嘞？对哈，非常的简单。哎，打开来，哎，好像这有眼睛呢，你真的是海豚呢。示范，好，来示范，是不是有比较有伤害？对，期末考，哦，真的有在认真呢。他不理我就是在专心，哎，我真的，你很不给力耶，这一只。哇，你要偏白潘白的冻好漂亮哦！你要偏我快许的走松饼的吗？要不要拿中间一点本太空？要不要小吗？而且还自己带松饼机呢。你有闻到很香吗？有哦，很香哎。系啊，底部有加些爱去个种的柠檬。你系加柠檬的果肉，也系柠檬的绿皮。绿皮有一些些啦。哦。那个绿皮有加一些些下去，啊也有柠檬的汁。好，所以应该它挑的东西，底部有低筋面粉啊，跟香草粉啊，有一些香草粉，它就通粉的呀。通粉哎呀，也个当下撒的面好一些啦。那系碰通系吗？加拿大嘞，加拿大的粉。哦，那是不是差不多？会扁面的哦。哦呦！啊，香哈，还嘿。因为这个时间鱼啊，尬不一样哦，就点这种松饼，因为这个你手很软软的，我觉得比较不好吃。那你做的很软软，它也好吃。应该我皮迄酥，皮皮迄软 Q 的种的啊，外酥内嫩。好 ，OK 咯。好嘞啊，好嘞。因为你这酱料系爆到喺面粉底部，所以等一下每一口全有酱料。等下摆盘，個食材冇加水哦。哦，攏冇加水。冇怪安香哦。我做有的啊。哈，你在吗？你嘛可以再做啊。因为面跟面酒係啊，係啊，可以盆啊。好，我先给你做。好，我試試看。好。其實應該冇做過。奶油，沒得奶油。奶油冇黏。好。那你干嘛改？大家看一下张伯谦好不好？好可怕哦。你要廚師幫我嘛？應該冇問問題啊，是那我給你弄偏偏了呀。哦。Kimi 那是做的。你好像很害怕哦。你們家都有這麼厲害的機器哦。有。好了嗎？好 ，Kim，這樣好，如何？那你的香蕉。香蕉。要給你弄。我香蕉大概會是用海豚嗎？嘿，你怎麼知道呢？對哈。我們來看看，我們看到怎麼做。第一個海豚要給它海豚一種容嗎？非常的簡單。打開來。你好像這有眼睛呢，你真的是海豚呢。等下我不給起起來嗎？我呀，我起起來呀。我們先過去。還有海豚。海豚爸爸來了。啊，對，等下喊就一片哦，我固定哦。我們的狂改片哦。啊，這請給我注意一下這邊哦。哇，這今天太幸福了吧！這個深夜限定料理挺厲害耶。應該直接擺放個吉拿棒地位就暴動式耶。啊，這些來威冇相同啊。你恐懼的。孔金有翻譯，好，來示範，好，來示範，我示範的，對了，水母已經記呢，不是主持人，冇了，我要，給他，換他，哦，那現在觀摩啦，因為應該大白雪嘅火鍋店嘛，不是有自己擠那個冰淇淋啊，哦，我擠到拜天嘞。走對，你有在收學徒嗎？可以吧？哦，恭喜你獲得蓋獎斜槓人生。可以。還有一隻。
左边，还有一只，看脖签，脖签哦，是不是有比较有伤害？对，期末考，期末考哦，你真的有在认真呢。你斗鸡眼呢？对，真的有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不理我就是在专心。吃下去，吃下去，吃下去！我来全看镜呢，小龙会斗带我。哎，我真的，你很不给力耶，这一只。也没有人在拍你哦，先跟你讲。来到台港，学拍好机会。新贡的阿妹哦，他那里白是他们俩，哎，这边好刺激，哎，你那边干嘛？你看这个，哎，我也讲一下，因为该免就摸嘞啦。这个，哎，你真的在火锅店没练好，这边也是没练好。啊，起在那里破嘞啦。不行啊，左边两块破嘞，你破坏那个，你要左手该按酱的啊。调推了，这我吃。现在走的，你剩饼连盘剩饼呢，面糊剩倒落去啦，对啦，面走了。系啦，因为那个注意下系吗？唔好叫你啦，时间差唔多咧哦。好了 ，OK 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倒数哦。烟草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呐。菜题用啊香蕉编制的料理，都会甜点哦，哪一组较赞的嘞？今天的两组阵营是怕有先讲好些哦，最后面让我们是甜啾啾的啦哈。开始来吃看呐，两个用香蕉做的 pancake， 叫我来吃看呐。我不会系冻素起来，那地板很硬硬啊。不，重点是哈，那个香蕉呢，因为加热过后给变得甜酸呢。找吃年的米头都呀。韩国记得改下搅的时间咯，莫老给打成泥。韩做的选择都跟香蕉的这种口感。一般我们是都会安尼松饼哈，加个各种你只是讲个松松安尼哈，各种毛安 Q 安尼，啊一个用香蕉来做，有是都香蕉的米线。系啊，冻体片，因为大家可能学到嘅香蕉的松饼，就摆到送杯就做得嘞，但是它是反而融入到里面，哎呦，其实冻厉害哦。好，两下来完全就下咱水的鸦片哦，系用香蕉的吉拿棒。记得最末还有那个撒上那个绿菜粉，还有汤。我的天呐，超好吃哎！该吉拿棒啊，我不吼，泡过去后非常酥，非常香。该香蕉好像是熔岩，他们法块了呀。对，那不真给蔬菜呢？又看不懂油，好好吃，而且加那个擂茶粉真的是绝妙，因为用茶解一点油腻。味素内容，还不错。上到吉拿棒会上到天养烟，你看天养拢会买一个吉拿棒。啊，唔过天养烟是咧吼，我感到加工啊，安尼今日安尼做吼，底部有包香蕉吼，实在真是老板安尼酥酥吼，啊底部有软软安尼，所以咧米线真是冇相同。系啊，宋聪明嘅想法，因为大校前做咧学到香蕉嘅香味，我等下去看一下，两位师傅都在应用版来评分哦。哦，两关呢就真经东南评呢，因为我下测过两组真经系难分上下不分轩轾，马上呢就前让你的起司夫抢分不输。蓝嘴，看一下阿炳哥抢不分数，你蓝嘴得到3分。哇！为什么？好，两片都表现冻吼真紧，冻有几个特色，啊，不过根本是用的香蕉，你的香蕉可能比例变下少一点么，你也比例讲变下多点，分个香蕉会出来是更加好。还有一条，你跑到个香蕉冇啊米啊，你做得打成泥，挤到该松饼，按个糖粉一包，弄下豆豆。弄下豆豆是看到是整体上是下降哦，按个部分两片真嘅动有创意，个食到个 PU 啊，系酥酥的，啊里面有食到个香蕉米哦，咬下去爆开。真嘅动，你也是浮夸派的哦。好，等下我来完全下阿炳哥表现一下浮夸。其实讲的形容，最主要嘅主角是香蕉，某时系讲你切一开开时间，都要渐变的个分种，印象一些怎落去变，变嫩嗨的些，伊就感觉讲有冻到的香蕉，因为主角含系香蕉，因为咧按对咧到系，其实咧
板挑的竞照，还是两支个的粉浆，还是铺几下个竞照表现的眉头动凸显，这样是正常的竞照的凸显度。其实老师傅刚刚哦，不像是评分哦，给他的哦是在这样帮你加分张抽，某案简单呢，给两组都做到4分的占到，马上最杯米就来颁奖喽！好，今天正经懂分喜哈，因为呢，这是我们唯一一次的深夜限定版哦。好，刚刚头前比赛，我其实觉得今天真的是很难分出高下，鼓手都懂腔，风吹得到1分，蓝吹得到3分。我恭喜一下，蓝吹得到3000曲嘅加出境，恭喜！好，3号人呢，恭喜你风吹得到的黑暗嘅同磁复合金不粘锅具组，很好。感恩，应该还蛮颁奖的，直接哦。我们蓝队就一直说，哎呦，那个看起来。你想要这个对不对？要不然就卖一下，这个可能超过3000块哦。是。我今日要问一下哈，亚琪佢今日来参加你啊主菜嘅比赛，有买感想吗？很荣幸，他好开心哦。还会吗？终于可以。好了，很多人看到我都会了。过来，姐姐保护你，太帅了。对。好啊，我今日就交流到啦，比如讲，原来哦，竞照咪做在做其他变化呀，哈。尊敬阿姐，有买感想吗？够幸福，这段哈是的东西很有创意，真是赞。赞哦！刚才航班还有几副喊我来吗？哦，1天的呀，1天哦，1天。不要忘记，我们这里有全国提名的米香记哦。你根本你呢是会稍微让贤一下，知道我有后金哦，叫我来接去了。米香记，你这一次参加心得老太家讲一下。感谢大家，感谢东莞喜哈啊，不就给我说哦。今天你客家先求，姐姐讲客家话讲安怎就煮的客家料理又安好，厉害！我接来哦。好啦。你需要我会来。当然需要啊哈。公家这礼拜参加新的，老太家讲一下。提拜啦，心情嘛，佢欢喜啊，嘛佢紧张啊，以後還有一個機會，大家再結嘢。很會講法哦。其實呢，係你當幸福哦，做這食到太起個安暫地位料理，香港呢今晚補哦，對你來講係當然甜不用特嚟意呀，係你深夜限定版的哦，古時當到料理，不光係師傅嘅料理，也係潛水炸嘅料理呢，是有到高雄也到位嘅餐廳嘅。哎呀，因為咱嘅朋友今年動熱天呢，哈，加開第4場哦，原來呢個來講咪係算動特別嘅經驗哈，所以今年非常歡迎大家哈報名早場哦，報名早場哦。好啦，我真係當歡喜哦，睇次係唔想結束呢，唔過哦，下20個再見咯，等你來報名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